即摆全台湾的猪肉袂当抬、袂当运啊，所以原地即个卖小只业者咧开始改菜单。你想要肉羹的内底啊，就用鸡肉换猪肉；控肉饭呢，就用卤鸡腿来换。菜单虽然换，但是生意犹原真好。小小的肉羹料真澎湃，肉羹加高丽菜，搁加乌醋，气味一把。不过这一碗肉羹吧是鸡肉，唔是猪肉。 吃不出来，吃不出来，所以味道是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哦，猪肉羹。哦，你的表情很丰富哎。对。好吃吗？好吃啊。因为非洲地这疫情，全台湾猪也袂当载嘛袂当抬，真侪原料用猪肉点心档嘛拢受到影响。因为没有猪肉，占用鸡肉，我们是用鸡柳条。哦，用鸡柳条做的。下去裁切下来，现在是做的肉羹。那这间肉羹业者用鸡肉煮，另外这一间控肉饭今仔日剩上尾一点控肉，未还着无关，换改卖卤鸡腿便当。肉修饰关系，哦，大家很多都把转移焦点到鸡肉啦、鸡鸭鹅类似这样子的话，鸭鹅的话，毕竟平常来当做主食的话比较有限，所以说鸡肉反而是大家目前来讲。 变成猪肉之外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食之一。业者讲，卤鸡腿的成本比控肉贵，煮的时间嘛差不多变久，特别是大细抛火的控制比猪肉去较高工。真侪店家无猪肉，改卖鸡肉、鱼仔肉，都含去市场买菜民众都讲真紧都未还。然后以前到10点半还有哦，现在到9点半，而且还要先预约，不然都买不到。就没了。有啊有啊，会比较好啊。有没有涨价？鱼没有涨价。为肉羹汤到控肉饭，业者动脑筋换菜单，拢希望疫情赶紧煞，两早食到滋味赞的猪肉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